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中医呢开始说。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第23页，就是要说说五体性中的这个说五体性中。那说五体性中呢，就是分为定义、分类，然后分类的这个个别意义。那定义就是讲到性象嘛。那我们已经讲到了分类的这个个别意义，所以就从23页的这个中下部分呢，就是从那分类的时候就讲到说。又可以把它说物体性中呢，又能够分为就是秩序派还有硬派呢这两派。那接下来呢，就先解释就是秩序派。那同样呢，在解释秩序派的时候呢，又是分为7个科派。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性象；第二个呢，分类；第三个词语解释；第四个呢，静的主张；第五个有静的主张；第六个无我的主张，还有地道的建立。那性上呢，就是解释到说，什么样的中医呢，称之为叫做秩序的中医。所以先讲到秩序派的这个性象，那接下来就讲说，那了解了秩序，什么叫做秩序之后呢，那又把秩序呢，它可以分为哪几种？所以讲到说分类。那第三个呢，词语的解释就是说，那秩序这两个字呢，从字面上是如何来解读的呢？那讲完这些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解释到说，那就解释到秩序派呢，他们在安利根道果的时候呢，是如何安利。所以在讲到根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它的静。那静呢，最主要是讲到说，就像是二谛。那既然讲到安利了二谛之后呢，那就讲到说，那既然能够安利二谛，那就要讲到说通达二谛的这个有静。所以第五个呢，就讲到说有静的这个程序方式。那讲到有程序方式之后呢，那第六个呢，就讲到说到无我的主张。那无我的主张呢，最主要是讲到说，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讲到说有静，所以去了解到说最就近的这个有静呢，它到底是通达什么的？那它是通达无我，所以从这边呢去解释到，就是它程序无我的这个方式。那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说，就是讲到有境的时候呢，讲到说最就近有境，或者说讲到说最细微的有境呢，就是通这个了知。那也说心绪当中想要生最细微的这个有境，也就是呢能够通达无我的了知的话呢，那就要先了解说通达无我知呢，或者说通达无我的智慧呢，它的境呢无我呢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呢，就无法在心绪当中呢升起这个最细微的这个就近的有境，也就是正的空性的这个智慧。所以讲到无我的主张，那我们在讲到说见到无我的，能够见到无我的这个智慧呢，它是如何升起的呢？就是从一开始的视察意，那视察它的体性呢，最后转成了比度，那比度呢，最后成为了现前的体性。那当正见到空性的这个两知呢，它成为现前的体性之后呢，我们就这个时候就进入了初地，所以由此呢，去安利到的就是无论是小乘的五道，或者说大乘的五道十地呢，由此呢去安利这个地道的建立。所以这7个科判呢，就是从性相一直到地道的建立呢，是佛教四部中里面呢，就是全部呢在安利的时候都是以这样次第呢去做一个安利，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科判的这个安利的方式呢，了解到说科判它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就是关于秩序派的定义。那秩序派定义呢，就讲说主张呢就是有秩序因，但是呢，在名言中呢，也不承许实有事物的中观中呢，那这个呢就是秩序派它的性象，或者说秩序派的意思，它的定义。那虽然说在这个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呢，但是它同样呢有4个重点。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秩序因，什么叫做秩序因？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主张，他这个主张呢就是说，他口中承许，所以这边叫翻成主张，就是他在言辞上呢口中他是承许说有秩序因的，所以第一个重点秩序因，第二个呢是主张，那第三个呢是讲到说在名言中。在名言中，第4个呢就提到说是中观中，所以把这个现象呢再把它细分的话呢，它这各有就是不同的重点，那可以从这4个重点呢来做个别的这个理解。
那就如同呢，我们在解释什么叫做平直的时候呢，会讲到说平直它的性象，或是平直它的意思呢，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具有作用者呢，称之为是平直。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大腹，那第二个呢是扁足，那第三个呢就是能装水。就是当这些意思都了解之后呢，你就了解什么是平直。所以同样呢，我们在看秩序的性象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呢先讲到秩序音，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是主张；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名言中也不承许；那第四个呢，就讲到说总贯中。那也有呢，就是他把这个主张有秩序音呢，就是他直接就是放成一个了事。不过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把它的每一段的意思呢都分得很清楚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分为就是4个部分呢来做解释。就如同说我们了解了大腹扁足能装水之后呢，就了解是平直。所以同样呢，当这些特别的这个名相呢，大家能够之后呢，也就能够清楚了解什么叫做秩序派。那这里呢，第一个就讲到说什么叫做秩序音。那秩序音的这个秩呢，它所指的呢是指叫治方成立。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说秩序音的时候呢，它最主要讲到说三项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安立一个字的时候呢，需要安立三项。那这三项呢，都是治方成立的这个正音呢，叫做秩序正音。所以这里就是这里所讲的秩序音。这里呢，想要说秩序音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我要成立一个正音的时候呢，就是它的三项呢，叫程序有三项。那它程序这三项呢，都是治方成立的这个正音呢，叫做秩序音。那这里所讲的这个进治方成立呢，就是和我们前面在讲的，就是像是志向成立，还有说是自信成立，或者说呢进之方呢。进的治方或成立呢，它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特别安立一个进治方成立呢？就是秩序派呢，他在安立一法的时候呢，他承许这一法呢，并不是唯由心之力而安立，就是除了心去安立之外呢，在进的那一方呢，也是要承许说它是成立的，就是心境二者合之后呢，你才能够安立一法呢是存在的。所以承许这种方式呢，称之为叫做秩序派。那这里呢就讲说主张，那其实主张呢就是在这里，它的原文呢是用的就是写给写法，那这个呢就是敬语的意思。那我们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承许的意思，就是承许呢有秩序音，就是承许呢就是三项它都是治方成立，它都是进之方，进的那一方呢成立的这个中义呢就叫做主张呢就是有秩序音，或是承许呢有秩序音。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名词呢去做解释的时候呢，就是秩序呢是一个，那主张或者说我们讲的程序呢，就是程序呢是一个。但是如果说以这个秩序派的特性来说的话呢，就是程序有秩序音呢，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看成第一个特性。那秩序派的第二个特性呢，就是讲到说名言中呢也不程序有实有事物。那名言中呢，也不承许有实有事物，就像我们前面呢在讲到说这个说物体性中的性象的时候呢，就是有讲到说，在名言当中呢，它也不承许有这个实有事物的呢，这个大圣中意思是说物体性中的性象嘛，所以如同于此，在这里呢就讲说，他在名言当中呢，他都不承认说这个实有事物，或者说事物呢，它是只成立的这一点呢，它是完全不承许的呢，就是在名言中呢，也不承许有实有事物。所以呢，这里就想要说，在名言中呢，它也是不承许呢，就是事物呢是第时成立的，事物是有，就想说事物呢是第时成立的。那这里的第时成立呢，和前面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讲到说秩序的时候，就讲到说承许呢都是三项呢是这个治方成立的这个因呢叫做秩序因嘛，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第时成立。还有呢，治方成立、自性成立、自相成立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那有人就问到说，哎，不是说承许了这个治方成立之后呢，就要承许第时成立嘛？那这里就回到说不一样，因为呢，承许说
第十成立、次方成立，或者说呢质性成立都是一样的呢？这个是应成派程序的方式。应成派呢，只要讲到说第十不成立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质性不成立、次方不成立、次项不成立。但是呢，秩序派呢，它是虽然说它不承许呢第十成立，它承许事物呢是第十不成立的，它不承许事物呢是实有的，但是呢，它还是可以承许呢，就是三项正因呢是次方成立的，所以它在承许第十不成立的时候呢，它还是能够承许呢质项是成立的，所以这个呢是秩序还有应成的差别。那这里呢，就讲就是以中观中一般而言呢，就是我们从意识上面来讨论的时候呢，就是第十不成立和质项不成立呢，它的意思呢虽然是一样的，那意思呢虽然一样，但是在程序上面的时候呢，你可以程序一者是存在的，一者是不存在的。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像是瓶子，那瓶子呢是中文嘛，那藏文呢叫做盆巴，那虽然说盆巴呢还有瓶子呢这两个体系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对于一个呢就是不会中文的人呢，你跟他讲到瓶子的时候呢，就跟你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不知道瓶子是什么。他既然不知道瓶子是什么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承许我们中文所讲的瓶子嘛，但是他还是承许说有盆巴这个东西存在，不过他不会承许瓶子，因为他不知道瓶子是什么东西。所以以中观的这个一般中观中来说呢，虽然说第十不成立跟质项不成立呢，它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它的体性呢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程序的时候呢，有的人呢他会程序说第十不成立，但是呢他又会程序说质项呢是成立的。就是虽然说体性是一样，这两者体性，但在程序的时候呢，可以有不同的程序方式。那就是同样呢，就可以反过来说，就是说以我们华人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承许字，但是呢，跟你讲普巴的时候呢，你会说我不承许普巴，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说普巴的是什么东西，我并不承许这个东西，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同样可以发生在一样的一个事物，但是呢，中文的这个命名方式，还有英文的命名方式，还有藏文的这个命名方式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说它在体性上或者说意识上呢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在程序的时候呢，可以做不同的程序。所以虽然说呢，在意义上呢，就是第十成立或是质项成立呢，它在意义上呢是完全一样的东西，指同样的东西，但是呢，在程序的时候呢，你可以程序你可以程序其中一个，然后呢不程序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们从理路上面呢去思维，或是理路上呢去抉择的时候呢，可以抉择出这些差异点。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就是程序有秩序因，但是呢，在名言中呢，也不承许实有事物的这个中观中呢，所以我们就想要说，中观中的话，就是在名言中呢，就是不承认有实有事物的这个正中的独特结果呢，就是中观中。所以我们了解了就是三个，就是第一个呢，它承许有秩序正义；第二个呢，就是承许在名言中呢。在名言中呢，也没有这个实有事物的呢，中观中呢，就是所谓的秩序。所以秩序派和应成派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说，主张有秩序因为呢，秩序派它程序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讲说秩序的这个秩呢，秩呢就是指秩方成立、秩性成立，还有秩项成立。所以程序有秩方成立、秩性成立，还有秩项成立的呢，这个呢叫做秩序派。所以这个也是秩序和应成最大的一个差异。那这里就想要说呢，就是秩序派的这个现象。那讲完秩序派的现象之后呢，就想要说秩序派呢，它和说智性的这个中观呢是同义的。那我们一般讲到说，为什么叫做这个说智性有？就是说，一般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讲话的这个说嘛，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从我们口中说了什么话。那这个一般是我们说的这个意思，但是这里说智性有，并不是说我们口头上面说了什么东西，而是指说它是承许呢，就是
质性有是存在的这个中观中呢，叫做说质性有的中观中。那为什么这边要特别解释呢？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在讲说还有说这个程序的时候呢，这两个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可以现在就是我口中说哦，声音是常法，或者说呢一切法呢都是常法，就是我口中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我这样子说呢，并不表示说我程序呢声音是常法，我并不是说我程序一切法呢都是常法，虽然我口中是可以这样子说，但是这里所说的说质性有的中观中的这个说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它程序的意思。它程序呢，就是有质性成立、有质方成立、有质相成立的这个中观中呢，它本身是程序的。程序这一些的这个中观中呢，那程序就是质性成立、质方成立、质相成立，然后呢，有程序第十成立的这个中观中呢，就唯有秩序派而已。所以这里的说呢，指的是说哦，你心里面程序之后把它说出来，并不是我们一般口中所讲的这个说，是有差异的。所以这里的说代表的是程序的意思。问题呢，就讲到说秩序呢，就是名言不承许第十成立。那这个叫做名言不承许第十成立呢，或是承许说实有事物呢，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只有在不同的地域语言之下呢，才成立的吗？那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做名言中呢不承许这个实有事物。那为什么会讲到说这个名言中不承许实有事物呢？那这个最主要呢就是中观中呢和唯识中呢，他们两个呢就是在辩论。那他们辩论呢最主要的一个题目呢，就是讲到说依他起呢，就是是否是第十成立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唯识中它的根本宗义呢，就是依着这个解深密经。那在解深密经里面呢，就讲到说依他起呢，还有缘成时呢是第十成立的。那片剂值呢是第十不成立，这是它的一个根本的立宗。所以以中观的角度来说呢，他会认为说呢，就是依他起呢，它其实是第十不成立的。所以他们两个最主要程序的呢，就是在程序到说哦，依他起，或者说我们讲的事物，因为依他起讲的就是无常的这些法类嘛，或者说我们知道说无常，还有说事物呢，它是同义的。所以虽然说这里讲到说实有事物，但是实有事物它实际的意思呢，就是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照着藏文的这个直翻藏文。照着藏文的意思去翻的话呢，就是事物实有。什么叫做事物实有？就是事物呢，它是第十成立的，所以叫做事物实有。所以我中观中呢，它并不允许有一个就是事物呢，或者说无常的法类呢，它是第十成立的。但是就刚讲的，就是以唯识中来说，它承许它的根本的一个宗义呢，就是承许说依他起，就是事物呢，它是第十成立的。依他起和片剂。依他起和缘成时这两者呢是第十成立，这是唯识中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立宗。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这个名言中呢也不承许。那什么叫做名言中呢不承许呢？那我们讲到说名言中有跟圣意有呢，就是一般我们事部中在安立就是一个存在的法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圣意有，还有名言有的这个安立模式。那什么叫做圣意有呢？所谓的圣意有呢，就是承许第十成立，这个叫做圣意有。那名有呢，就是讲到说这一法它存在不存在？这一法如果存在的话呢，它就是名言有。因为所谓的名言有呢，它就是在量的境中呢是否能够成立，它是否能够被量所通达。如果能够被量所通达的话呢，它自然就是存在的法类。如果量的境呢是不存在的话呢，就表示这一法呢它是不存在的。所以第十成立呢，它没有办法成为量的境，因为第十成立它是不存在的。所以量的当中呢，量的境当中呢，不会存在有这个第十成立的这个东西。所以呢，第十成立呢，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名人也不承许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哦，我们的这个各个不同的语言当中是否成立，叫做名言中成立。名言中成不成立是说它在意义上这个东西是否存在。这一法如果它原本就是存在的，就是它能够被量所通达的话呢，那它就是名言中是存在的。所以名言中也不承许呢，就表示说它完全不承认的是
事物第时成立这一点呢是完全不存在的意思。那这边呢，人们就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讲到事部中立的时候，就是在讲到说，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第时成立、生意成立、真实成立呢，那这三个呢是秩序派呢，它也不承许的。但是呢，它承许呢，就是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还有自相成立。就是我们之前在讲述就是所破的时候呢，就是有讲到说，应成他在讲述所破的时候，无论是像是第时成立、生意成立、真实成立，或者说所谓的法性成立，或者说就近中成立、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这一些呢，或者是近自方成立这一些，它全部呢都是不承许的。但是呢，为什么秩序派呢，他在承许的时候呢，他会承许说第时成立、生意成立、真实成立呢，这三者呢，他是承许说这三个呢是不存在的。那其他呢，就是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还有自相成立呢，它是存在的原因呢，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最主要是说，对于他的意思来说呢，就是他对于这些算比应成派来说呢，这些都是所破，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应成派、在秩序派呢，他去做解释的时候呢，他有不同的这个解释。然后第一个呢，就讲说，为什么他承许诸法呢是第时不成立的呢？所以说，诸法如果是第时成立的话呢，要怎么成立呢？诸法如果是第时成立的话呢，它就要不关待自心，就是唯于境上，就是仅仅只有在境上面成立的这个呢，叫做第时成立。但是诸法呢，它没有一法是不需要关待自心的，它一定都要关待的自心。所以因为诸法都要关待自心的时候呢，就没有一个只有在境上成立的这个东西。既然没有诸法呢，它是唯于境上成立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不会承许所谓的第时成立。但是它承许呢，就是境自方成立，就是在境的那一方呢是成立，它承许境的那一方是可以成立，是可以安立的。但是不承许呢，唯于境上，就是只有在境的那一方成立。所以因为呢，应成秩序派呢，它并不承许说就是唯于境上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它不承许所谓的第时成立、生意成立以及真实成立的原因呢，就是在这里。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承许的时候呢，有不同的这个承许方式，就是字面上的承许，还有意义上，就是意识上的这个承许。那我们在这里讲到说，秩序派呢，它不承许第时成立呢，就是从字面上还有意义上呢，这两者呢都是不承许，就是第时成立，在意义上呢也不承许第时成立。那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承许的这个意思。那不过一般就是以一般的事物而言，就是我们这边讲实有事物的这个时候，是讲说秩序派它无论是在字面上，或者说它是在意义上，它都不承许有一个所有的事物呢，它是第时成立的。但是一般的事物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字面上的承许，或者说意义上的承许，是可以做出区别的。那举的例子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虽然在字面上我们都承许有瓶子，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普霸嘛，所以我们并不会去承许普霸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在字面上呢，就是有的可以承许，有的呢你不一定要去承许。那同样的呢，有一些法类，就是我们在字面上呢是承许的，但是实际上它的意思呢，我们是不承许的。这种状况呢，也是存在的。那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字面上呢虽然说是承许，但是在意义上的承许呢却是不同的。那这种状况呢也是会有的。那就我们以秩序派还有唯识中来说的话，虽然说唯识还有秩序呢，他们在字面上呢都承许就是自相成立。虽然说两派都承许自相成立字面上，但是两派对于自相成立的理解的意思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说字面上都你唯识中他也说他诸法他承许说自相是成立的，那秩序派呢他也承许说自相呢是成立的，但是两派呢他对于自相成立的这个意义呢，他们在承许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不要讲中义，就是以我们一般口语来说呢，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比如说同样呢都是讲素食，但是有一些地方呢，他认为素食呢，就是
水中的这些生物，像鱼类等等的，就是吃鱼呢，也可以算是吃素，就是有人是这样去做程序的。但是我们在程序素食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说，哦，就是水中的鱼类这一些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吃，这个才叫做吃素嘛。所以就是同样的一个字，但是我们在程序的意思呢，对它的意义呢，会有不同的这种理解方式。之前我们在讲述就是中观应成派所承许的这个所破的时候呢，我们安利了就是11个，就是不要说8个，安利了。对于应成派来说呢，11个呢就是都是所破的这个同义词。那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这11个所破，就无论你是第十、圣意、真实、生意中成立、法性中成立、究竟中成立，或是自性、自方、自相、尽自方成立，或者说假利益找寻得到等等呢，这些对于应成派来说呢，它全部呢都是不成序的。只要是所破，这11个呢是全部一样，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应成派呢是完全不成序。那对于秩序派来说呢，那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那秩序派呢，它不承许就是第十成立、生意成立、真实成立。那它承许呢，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呢，这3个是承许的。那原因呢，就如同刚刚所讲述的。那对于唯识宗来说的话呢，那唯识宗无论说像是第十成立、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呢，对于唯识宗来说呢，就是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唯一有差别呢，就是尽之方成立呢，尽之方成立这一点，就是唯识宗他在解释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方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讲无论是第十成立，或者说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呢，那这个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程序呢，就是依他起还有原成时呢，程序他们是第十成立、自性成立、次方成立等等。那对于说经部宗来说的话呢，那经部宗它程序就是第十成立、圣意成立还有真实成立呢，是和事物同义的，就是这些和无常的法类呢是同义的。那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那前面3者就是第十、圣意、真实成立呢，那它是常法和无常法当中呢，就是为无常法独有，那和无常法呢是同义的。至于说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那一切有部呢，它和经部中一样，就是在安立第十成立还有生意成立的时候呢，它又是不同的这个程序的方式。虽然说它也程序呢，诸法呢是自性成立、自方成立的，但是它在安立所谓的这个生意成立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当一个东西呢，像以瓶子来说，瓶子呢它被这个铁锤呢击破的时候呢，那执瓶之心呢，它就会舍弃呢，就是他并不会认为说瓶子的碎片呢是瓶子。那同样呢，或者说他就是破坏的心，当某个部分去除的时候呢，他不会直视这个所缘之法的自身呢，然后他行所弃的这个法呢是圣义谛。那这个可以看到，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解释一切有部的时候呢，他在提到说他的世俗谛跟圣义谛的这个安立的方式。那总之他在安立这个第十成立的时候，还有生意成立的时候呢，就是安立说这个就是安立他的这个圣义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就是分类。那在讲述分类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分成这个经部型的中观秩序派，还有瑜伽型的这个中观秩序派。那经部型的中观秩序派和瑜伽型秩序派的这个分类呢，那这个生成海大师呢，在他的这个中译里面就有讲到说，就是早期的这些论著里面呢，并没有特别去将秩序派呢，就是又分为这个经部型秩序派，还有瑜伽型秩序派。这个可能是后期的学者呢才做如是的这个分类。那在讲到说经部型秩序派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关于名言的安利呢，大多与经部中一致的这个中观中呢，那就是经部型秩序派的这个现象。
那就是在这里呢，想请问一下仁波切，就是仁波切刚才说到这个，唯识和秩序呢都承许这个志向有，但是承许的这个内涵呢不同。那请问差别呢在哪里？那仁波切就说他这边简略的呢做一个回答，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秩序派呢，它承许诸法呢都是志向成立的。那志向成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它承许诸法呢都是在境之上呢能够成立的，但是呢，它并不承许诸法呢是第时成立的。那这是秩序派的承许方式。那虽然说呢，唯识中呢，它也承许志向成立，但是它在承许志向成立的时候呢，它承许志向成立、第时成立，还有自性成立呢，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呢，在所有的法类里面呢，只有缘成实还有依他起呢是第时成立以及志向成立。那对于片剂值来说呢，片剂值虽然说也是存在的法类，但是它并不承许片剂值。片剂值像是虚空啊、常法这一些呢，它是第时成立以及志向成立、自性成立等等。这里呢，就想要说，就是经部型的这个秩序派呢，它的对于明验的安利呢，大多与这个经部中呢是一致的呢。那这个呢叫做经部型的这个秩序派。那余切型的这个秩序派呢，它的明言安利呢，大多与这个唯识中呢就是一致的呢。那这个呢就是余切型秩序派。那这里就讲到说，为什么讲到说大多数呢？那大多呢，就提到说，像是经部型的秩序派，它在安利这个外境的时候呢，它所安利的外境，那和这个名言就是安利的方式和经部中呢是一样的缘故。那至于说像是唯识中呢，余切型的这个秩序派呢，它和这个名言的安利呢，和唯识中一样的呢，那就像是说，它对于这个色和直色质量值异空的这个安利方式呢，是和唯识中是一样的。所以就讲说，名言安利呢，就是和经部中大多和经部中一致，还有说名言安利和大多和唯识中一致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关于名言的案例呢，大多跟经部中一次的这个中观中呢，就是属于经部型的这个秩序派。那随经部型的这个秩序派呢，最主要呢就是说，它对于说这个外境成立这一点呢，就是外境成立的方式和经部中呢是一样的。那随余切型的这个秩序派呢，那我们知道说余切型呢，指的呢就是指唯识中，所以就是说呢，它的名言的案例呢，大多跟唯识中一样的这个中观中呢，那就是随余切型的这个秩序派。那随余切型的秩序派呢，它跟中观中一致的呢，就讲说它对于外境不成立的这一点呢，那和唯识中的见解呢是一样的。所以就想说，为什么说关于名言的案例呢？为什么要说大多与经部中呢？就比方说，它并非是所有的程序呢都和经部中一样的，因为就像刚讲的，就是秩序派呢，就是随经部型的秩序派呢，它也不承许说像是平治啊，或者说事物啊，或者说像是普特伽罗等等呢，它也不承许这些呢是第时成立的。但是刚就讲，我们刚刚在解释的时候讲到说，就是经部中呢，它承许和无常同类。无常同义的这些法类都是第时成立嘛，因为第时成立和无常是同义的。但是呢，经部中随经部型的这个次序派呢，它就不会承许说像是平治啊、普特伽罗等这一些呢是第时成立的，所以才讲到说大多与经部中成立，大多与经部中一致。这个大多指的呢，就是说它对于外境的这个程序方式呢，和经部中呢是一样的。同样的呢，就是关于名言的案例呢，大多与唯识中一致的呢，是随于谐行中随于谐行秩序派的这个现象。那同样为什么会讲到大多呢？因为就是说，它并不是所有的中义呢都和唯识中呢是一样的。因为呢，就讲到说，唯识中呢，它程序就是依他起还有原成时呢是第时成立的，但是呢，以随于切型的这个秩序派来说呢，它也是程序诸法呢都是第时不成立的，所以才讲到说大多与唯识中。那大多指的就是说，它对于外境不成立的这一点呢，和唯识中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这个随经部型的秩序派，还有随于觉型秩序派的这个现象。
那以性上来说的话呢，那就是安利这个轻便论师还有持上论师。那特别呢就是开随经物型秩序派的这个大车轨呢，就是轻便论师。那轻便论师开了这个随于且行的这个秩序派之后呢，那之后智障论师呢，主要就是依着这个轻便论师的这个见解呢，然后去做论述。第二个呢，就想要说这个随于且行的这个秩序派呢，那它的这个事项呢，就像是极护论师、狮子显论师，还有莲花戒论师。那在里面呢，就是开这个于且行秩序派的这个大车轨呢，就是极护论师。那之后的这个狮子贤论师呢，还有莲花戒论师呢，就是依着这个极护论师的这个论点呢，然后去做论述，所以他们是这个随于且行秩序派的这个持教车轨。那接下来呢，就讲到第三个科判，就是词语的这个解释。那就讲说字面的这个解释。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秩序派的这个现象之后呢，那在这边呢，就是再把它就是重复一遍。所以就讲说呢，轻便论师有法，那称你为中观秩序师的原因呢为何？那就讲说呢，因为呢，你呢，只能说这个轻便论师呢，你是主张有秩序正因的中观师，所以称之为叫做秩序派。那秩序正因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什么叫做秩序正因呢？就承许说三项呢，它是自方成立的。那三项呢，就是我们在安立一个正因论式的时候呢，会有中法、同品片，然后异品片，那这就是所谓的三项。那不管说你安立的是中法或是同品片、异品片，反正呢，就是讲说你承许呢，就是自方成立的这个中观师呢，那就唯有秩序派。所以为什么称之为秩序派呢？因为你承许诸法都是自方成立的中观师呢，所以称之为叫做秩序派。那就是想请问呢，就是如何理解这个秩序三项正因呢？那希望能够举例说明。那我们先说这一部分呢，是关于这个因类学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三项。那虽然说我们一般在讲就是说比度呢，它是能够成立生无常，就是通达生事无常的这个比度呢，它是所作性这个正因呢成立生事无常的，它又是中法又是同品片异品片，我们说它是同时具备三项正因。但是这样讲的时候，一开始讲的时候呢会搞不清楚，所以就我们一个一个就是以比较容易的方式来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中法。我们举一个比较容易的例子，就是生因有法，事无常，以是所作性故呢，那这是一个正因论词。那 A 呢就是生有法，我们先了解到 A 是生有法，那 B 呢叫做事无常，那 B 这个事无常呢，它就是这个所立法。那 C 呢就是所作性故，那所作性故呢，它就是这个因，就是原因嘛，它就是因。那中法是什么呢？中法呢就是 A 加 C，就是你要了解透有所作性故的这个正因呢，去成立生事无常的时候呢，第一点呢，你要先了解中法。中法是什么 ？A 加 C，就是第一个你要了解生因呢，它是所作性，所以 A 加 C 是所作性。那第二个呢，就是同品片。什么是同品片呢？是 C 的话呢，一定是 B。只要是所作性的话呢，它一定是无常。所以你唯有了解说，因为声音呢，声音它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呢，声音它是所作性，那所作性呢，它又是无常的缘故。只要是所作性又是无常的缘故呢，所以由此之因呢，你能够成立呢，声音呢是无常。所以同品面呢是 C 呢，一定是 B。那你既然能够安立同品片的时候呢，那异品片呢，就是只要不是 B 呢，就一定不会是 C， 就只要不会是无常呢，它就一定不会是所作性。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呢，就是对于小明呢，他是不是盲人呢？就是怀疑的这个一个，比如说我们怀疑说，小明呢，他到底是不是盲人？那我们为了说，就是小明他是否是盲人呢？那我们为了确定说他是否是盲人的时候呢，然后就立了一个正义论词，就是说，我看到呢，小明呢，他的眼睛看不到，所以呢，
小明呢，我们立的这个正义论事呢，就是小明呢他是盲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眼睛看不到，这样。那这个如何来成立正因三项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要确认小明他是盲人的时候呢，第一点我们要先确定呢，小明呢他的眼睛呢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自己看到说，小明他看不到他眼前的这些字，所以小明呢他眼睛看不到呢，这就是成立第一个条件，就是中法，就是 A 呢是 C， 就是小明呢他的眼睛看不到。那第二个呢，就是眼睛只要看不到呢，他就一定是盲人，这个是同品片，因为你看到小明他眼睛，因为你看到小明他眼睛看不到，然后你也知道说眼睛看不到呢，一定是盲人，所以这个呢同品片呢就是成立了，所以你就可以透由小明有法，他是盲人，因为他眼睛看不到。那异品片呢，就是不是盲人呢，他眼睛就不会看不到嘛，这就是异品片。所以以这个例子呢来做说明。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呢，现在问问题的这位同学呢，比如说你现在和某些站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怀疑说你们现在前面的这栋房子呢，它的这个比如说楼上就是十几层楼、14层楼呢，有没有失火？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这样子的疑惑。那人们为了解决你的疑惑呢，那人们就跟你说呢，14层楼呢，它应该呢是有失火。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你现在眼睛往上面看的，那14层楼呢，它是有烟冒出来，所以第一个呢，成立中法呢，就是你看到14层楼呢，它是有烟，所以这是 A 加 C 嘛。第一个中法呢，你已经亲眼看到了14层楼它有烟冒出来，然后呢，你又能够确定呢，有烟呢就一定有火，有烟就一定有火，这个呢就是同品片嘛。所以有烟就是有火，这一点你也成立，那你自然而然你心里面对于14层楼是否失火的这个疑惑呢，你就透过这个正因论事呢去除了，所以你就证得了呢14层楼呢失火了。那同样的呢，没有火呢就没有烟，就是它是这个异品片嘛，没有火就没有烟，这一点你也可以了知嘛。14层楼呢它没有火，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烟，你可以透由这个异品片呢去了知，所以就是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正因三项。那秩序派呢，它就是承许这个中法、同品片、异品片这正因三项呢，这三个呢都是自性成立的缘故呢，或者说自方成立的缘故呢，那这个就是秩序派所谓的这个秩序因。所以就是说，当这三项的这个成因，这三项正因就是中法、通片、异品片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去通达的时候呢，你这个正因论事就没有办法成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站在101外面，那101大楼呢，它因为全部都是这个玻璃的这个玻璃这个盖起来，所以它里面有没有失火呢？你也看不到。你既然看不到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安利说，它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失火，你也没有正因去安利了。因为呢没有看到烟的缘故呢，所以自然而然我就没有办法去安利一个说透有烟的正因呢来成立说101大楼呢它有失火，我就没有办法去安利，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有烟嘛，所以正因三项只要不符合的时候呢，你这个正因呢就没有办法去安利。三项正因里面呢，你只要无论是中法，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说山上呢它是否有烟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透有烟的正因呢去成立说山上呢是有火的，所以才说为什么你要成立一个正因的时候呢，它的三项呢是要成立的。这里就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关于说像是无为法的部分，像是虚空这一些呢，那在秩序派里面，他承许说名言也是第十不成立的嘛？那仁波切说没有错，就是以秩序派来说呢，他承许诸法，无论说你是常法或是无常法呢，都是第十不成立的。